肯定做得到，肯定你嘅生活同啲維他命 C 配方，滲透至發生，配唔一樣。你好，師傅，我做咗健身成20年啦，我嘅師傅咧功夫好，唔係自己話嘅。而家健信工人都會根據勞工組註冊成為佢哋附加曬嘅明星健信嘅師傅。資深工人註冊安排，2016年9月30日截止㗎啦。異國西南部嘅小島風情，有趣嘅小眾性，中國遊牧文化。其實你咁唔舒服，不如請人假。即係當年嘅13生完成打份豬頭咁啊！我第二朝都係準時翻工嘅。啊！自然係輸咗第一大贏二字話撐你㗎。我蒸氣義務金俾你啊！唔該。即係話你哋對人咁大衝擊嘅，不如咁啦，照阿叔嘅建議啊，我諗你阿媽咧願意做呢個動物園園長㗎噃。你今日主要贊助商，咁啊已經同佢睇啦，咁先再嚟咯。阿友，你話如果阿友唔同林小姐睇得唔得啊？點解咁做咧？嗱，阿姐要喺最短時間之內揾一個後備啦。一個咧令佢抗拒唔到嘅打天同埋睇波服，我諗佢有機會咧放搭你飛機嘅。咁保育區啊，我嗱雖然未識得就，唉，早餐咧咖啡一樣啊。好啊，好快做啊！師傅啊，我為咗你啊，不啲相都翻落油喎，卒之落班到啦。咩啊？韓國電影節開幕禮，主禮嘉賓你知係邊個啊？皇上好啊，真係。冇錯啊，佢哋會搶先一步。咪住，不過有啲問題喎。有乜問題啊？嗱，呢度寫明咧，入場嘉賓需要普通打扮，即係好似韓劇裏邊嘅金秀賢啊、李敏鎬嗰啲啊。